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选举敢是选袂煞？大家还搁咧谈话着选举当中发生了什么代志？讲到抖音，抖音若险，父母就忝。那么抖音敢是遐危险？安怎美国甲欧盟拢总三无掌？台湾是要安怎来处理，才会当符合言论自由甲安全？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澳洲 Monash 大学中国研究兼任研究副研究员柯建营柯副教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琪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这是咱 PTT 网络名人 Z9吴达伟。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Z9。好，咱即马就开始来看，到底这个抖音 TikTok 即马实在讲，会使是少年人真正得到资讯的主要的管道啦。不过 TikTok 的争议实在介大，是要安怎来禁止，要安怎来管理，要按看政府呢是要安怎来做，到底来理解。伫并且打出活动资讯，宁夏夜市要办 TikTok 歌曲舞蹈比赛，引起侪议论。TikTok 正做少年人上爱用的社群平台之一，甚至是新世代得到资讯的主要管道。西班牙一个 TikTok 网络新闻媒体伫2020年6月创立频道，短3年就累积超过430万的追随者，超过主流传统媒体的人气。Son todos aquellos comunicadores que llegan más a la gente o al menos a los jóvenes que los medios tradicionales. 不过 TikTok 会自按疑虑散布假信息、甲仇恨言论的侵害，互不少国家禁止公务员甚至是私人使用。尤其咱台湾伫选举了后，网络上流传敢若是选务做票的影片，阁有网情转发。专家观察有假口做系统性的引导方向，并对 AI 冲击 ChatGPT 更较会生成有说服力的文章，制造社会对立。要诚恳的讲，就是说，现在我们遇到的挑战是比过去多更多。先从这个精准行销做商业的平台，去影响人购买的欲望，到后来变成认知作战，其实跟精准行销是同一个模式，只是做政治服务。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这2天的报告嘛指出 ，TikTok 伫选战期间的资讯操控明显挖向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利用是拿力的4倍76%是正面论述。社群平台影响大是爱禁还是立法管理，又搁引起关心。法务部调查局开始设立认知战研究中心，强化应对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实际上针对假信息伫网络平台的管理。2022年 NCC 就捌提出所谓中介服务法草案，却引起不少人批评限制言论自由。TikTok 要禁唔禁，真做难题。毋过，身为网络世代，头先就是爱培养批判思考甲事实查核的能力，无就会互网络信息牵咧行。记者综合报道。咱大家看到遮济关于着即个抖音、TikTok 即个争议啦，但是咱必须要先对新闻来看起。就是他在迄场记者会内面所写的，讲台湾人工智慧实验报告呢，实验室的报告讲 ，TikTok 嘅选战期间资讯操弄有明确政党倾向的，是柯文哲有28830几则，吼，啊嘛好友以7326条，啊这赖清德6523条，这我要先请教着柯教授吼。这是因安怎来判断讲，这是对方要来做认知作战，挑工互安尼，这个柯文哲的物件价遮济，难道敢会使讲，让柯文哲的本来支持者少年人就足济，所以拢挖去伫咧 TikTok 顶头咧做宣传，咧做互相这个信息的沟通，这到底这中间这个界线在哪里？我先大家看一下，柯文哲伫 TikTok 是偌受欢迎吼。即摆看这个
这是郭文迪伫 TikTok 的，吼，看即马伊有几个 like 吼，哎，咁走无去，哎，歹势。伊即马伫 TikTok 有官方的有口罩，伊即马有220万人吼哦，比加伊啦。台湾的口罩较济呢吼。对，我是讲 like 伊的啦，哦，所以讲这伫台湾应该是讲今年人民内底伊是上济的啦，吼，而且咧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讲，伊逐个影片出来吼，起码拢几60万，吼，啊起码拢偌济，起码拢差不多有破100万人咧看吼。我咧看一个数字吼，这是较趣味的吼，这两个其实是我的学生做的报告的研究啦，吼，伊就是特别摕 TikTok 出来咧做研究，因为伊逐个影片吼上少拢几60万，但是呢，你看袂到民进党的，吼，你看袂到民进党的，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吼，其实伫个向个选举期间，伊有接民进党的案啦，吼，啊，民进党是要求伊做的影片吼。嘛爱放伫咧 TikTok 顶啊，但是问题放伫 TikTok 就抬掉啊。哦，伊给你抬掉。你就抬掉，你是这个意思。对啊，所以即马吼，比如讲我讲一个例啦，就是我这个学生报告了吼，伊咧怀疑讲为什么民进党奈拢无伫遐咧经营啊嘛看袂到伊的物件。问题是讲，即马 TikTok 是中国咧控制，伊是希望啥物人起来，吼，你。同款的物件，同款是政治人物。假使讲同款政治人物咧食萝卜饭，郭文迪食萝卜饭，我会当互你偌济？伊 like 较济。我互你送去馆顶嘛。啊，你若讲民进党的人食萝卜饭，我可能就甲你放伫后壁。吼，这种物件其实是会当操作的吼。比如讲最近吼，我有咧试啦吼，有咧试啥物试，其实面前嘛有一个问题嘛吼。因咱最近是咧讲迄个中国的迄个记者。吼，咧批评民进党的部分立委的代志，对无吼？你甲放去面车馆顶吼，伊就直接甲你的迄个流量吼，甲你降价，甲你降价。吼，这种物件拢是会当去操作的。那所以为什么讲吼，这个认知触点有足侪款的向的面向吼？啊 ，TikTok 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工具。吼，一个政治的真厉害的工具，足厉害的工具啊！因为你民进党人去，也是讲国民党的人去，因为我是无看到侯友宜底下有官方的啦，因为迄足侪是别人用的。但是问题是讲你底下，吼，绝对是压倒性的多数。但是咱爱个讲一个问题来讲，其实 TikTok 是用个学生囡仔真正是较济，这是事实。啊，结果另外一方面就是讲。郭文迪有咧经营这，所以郭文迪利用这可能阿强啊伫后壁嘛有咧斗相共，有咧斗相共无咧相共唔知，但是因为这个公司是中国的，中国这个伊既然是中国，伊当然有较希望杀个政治人物嘛，吼政治人物伊较介意杀，你看这。所以老师，我小甲你整理一下，就是讲你他所讲，就是讲第一。咱比如讲，民进党候选人，伊若要摕即个影片要去你顶头，伊甲你炸起来，伊就甲你抬掉啊，伊甲你抬掉嘛，吼，所以当然伊较欢喜的，伊会互伊搁较做曝光，是，哦，这是头一个。第二个，伊敢有网军踮伊遐咧斗相共，敢有？因为其实这种物件无需要去网军啦，吼，需要网军咧是表示是迄种伊袂当控制。比如讲 YouTube 伊袂当控制，所以就爱水军去甲杀，水军假账号去甲杀。但是这种 TikTok 伊是会当控制，伊后面的机器伊就甲控制啊。对，伊直接演算法甲你送去头前就好啊。这是无共款的操作方式。以前你咧经营面册，你咧经营 YouTube， 你一定爱动用所谓北京叫做水军，吼去甲你洗，吼。比如讲，咱有一寡人以前其实有一寡民进党的人。2018选输了，嘛走去咧做直播，吼。但是一开始要直播的时阵，嘛无人知，所以嘛是爱有人去斗相共，用一寡机器人去斗相共，啊，可能杀几千了后，就开始胖起来，吼。但是 TikTok 这个物件，其实根本就唔免
唔免什么因为后面的机器伊就开伊就始。甲你放去啊，嘿，甲你放起来安尼。哦，所以伊是用这种方式吼。咱先来看讲，在要请教江老师进前，咱互观众朋友了解吼，这个抖音的演算法吼，影响因素就头拄柯教授所讲的。第一，伊讲啥呢？伊当然有他后台通操作吼，伊的口做的类型哦，有个人的，有创作者的，有商业的，吼。啊，伊的认证是毋是有认证？啊，佮有完整度，伊会互你加分，哦，即种。啊，再来，你的内容呢？你的演算法，你的分析，你的内容来推荐互即个用户，哦，这规则拢写真清楚。啊，口做的定位，你的少年，还是老的，还是性别，还是地区，还是兴趣，伊这拢有通操作。你看，伊的工具就遮济呢，哦，徛讲。伊若要做一项物件，伊这配合足济，所以互动，要互动意思就是讲要互你曝光啦吼，哦，你的完播率，啊且点赞率，啊且互动率、分享率，啊个追踪率，这我来请教江老师吼。面对着这种平台，啊，咱即马限制讲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伊若公司要来遮设立，这头一言啦吼。咱要管理讲，你就要先来遮设公司嘛。伊要安怎设公司？即马亲像讲，头拄仔咱看演算法吼，上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是有足侪资料，对无吼？你看哦，你若资料愈完整，伊会加分。哦，我若要决定讲这内容爱扫虾米款的人，伊才会介意。这嘛爱看讲，这个人伊介意虾米物件，这嘛是爱资料。所以像怎 TikTok 伊的演算法遮厉害，有一个真重要的因素，就是有足侪在口做的资料。所以资料安怎管理，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代志。哦，那即马除了头拄仔柯教授有讲，这管定的内容可能足侪人会去注意以外，还佫有讲伊安怎去摕在使用者的资料，这真恐怖呢！我就变成讲，我就了解你啊，我了解讲你介意看啥物物件，你若介意看一寡譬如讲有人介意看宠物啊、小狗啊、小猫啊，我会使把我想要啥的块政治的想法。揽伫内底，哦，甲你洗脑啦，这是一种方式。资料是真重要。所以咪透过这个机器来，甲这个内容所变巧，塞互你。所以这内底的关键就是讲资料，个人的资料。所以咱咧讲 TikTok 问题，其实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资料的安全。毋只是讲咱要管理遐个内容。所以头拄仔主持人讲，伊即马公司嘛，毋是伫台湾，要安怎管？真正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因为咱若讲要去管这内容，就为言论自由的问题嘛。但是资料安全，这是法律上这个民主的国家本来就会对要求。咱嘛看到讲 TikTok 其实吼，伊伫中国内底伊的这个公司伊的 APP 的名叫抖音嘛，伊是两个无共款的版本嘛。差不多的产品，但是无共的版本，伊嘛是因为讲伊要把伊的产品撒到遮民主的国家，所以伊用一个无共款的版本出来。所以嘛是讲，你的物件要卖到无共款的国家，伊嘛是爱遵守遮国家的法令啊。这咱甲讲应该是无啥有效啦，但是若是咱本国就恁做法律科技法律的这立场。敢有世界各国敢有啥物法度，有啥物法令来开始讲要来管理这物件？敢有？其实即马我有看到美国伊有一个做法，咱会使看因看因后壁做了安怎？第一个是讲吼，伊即马是要求讲，你伫国外这公司甲中国的公司这股份爱分开。原来迄美国的总统有要求讲，你这 TikTok 的股份爱卖互美国人。卖甲这中国的公司吼有啥物关系？因为中国的公司，因若有这 TikTok 的股份，伊就会去影响嘛。伊的影响，伊就会摕到资料啊，你就毋知伊会伫后壁咧做啥物。
啊，第二种是你所有 TikTok 管定的资料，你拢要放伫美国公司的这伺服器内底。啊，就是把这资料甲中国遐的控制两个完全的分开，爱找着这种方式。嘿，啊无伊若是有方法去摕到这资料，也是有方法去控制这平台管定会使走虾米内容。好，股份股东会分开。嘿，股份股东分开，啊资料分开，啊无就像柯教授头拄仔讲的，伊就是中国政府的办法。透过用这个平台去摕到资料，啊，伊会使去杀伊想要杀的内容。这我来请教就达位吼，你认为这种方式，美国人这种方式，敢会让适用伫台湾？其实台湾是一个较小的国家啦，啊，以这个国际企业经营的模式来讲，它这个台湾的这个 priority 优先顺序也更靠后壁，袂像美国啊、欧洲啊、英国啊、日本啊、韩国。伊更较靠近，啊，毋过台湾有，我想讲有一个方法，一个就是伺服器。你会当要求你这个伺服器，因为阮伫台湾要连线到这个 TikTok， 伊要透过一个伺服器，透过中华电信，咱会当限制伊的速度。就是讲，阮这少年人，要去看 TikTok 的时阵，敢若变较慢。哇，你顿地，顿地，那个，阮讲那个，看慢，K，连不太上去。咱有一个方式是，阮要求你这个伺服器爱放伫台湾，像这个 Google 吼，伊就放这个伺服器伫咧咱中华，系啊，咱大家拢知，但是咱台湾政府大家要求，你若无放人家，你 Google 吼，逐年，啊，你认为咱甲要求伊敢会听？我用网速甲你限制啊，甲你限制，甲你限制啊，如果你连到这个伺服器会卡啊，这个家的这个观众吼，这个使用者的抗议说，那拢连袂起哩。但是你讲这个方式吼，歹势，你讲这个方式是有影赞。系啊。但是迄个民众党吼，包括着黄国昌啊，还是这个黄宣传啦，因就讲笨蛋，问题唔是迄载具啦，是这内容啦。嘿，内容无唔对啊！咱国际社群媒体，唔止敢若 TikTok 尔 ，FB、Line、Google， 伊伫台湾拢有公司，啊，是安怎即个国际公司拢会上？所以嘛，系啊，恁是安 TikTok。所以笨蛋那是不只是内容，啊要求因，啊，佮有手段，啊，佮有国际的手段，啊，佮有外交的手段来要求。可能是内行的，才有通安尼，这速度爱先甲顿定起来，才有通啊。这限制啊！我唔是无互你看，互你看，一工互看看较慢，啊，你就会生气，啊，这使用者就会走去啊。哦，所以我地理无法，我上无上我怎安尼？以前 Google 要入来台湾嘛是安尼啊，因为 Google 趁足侪台湾的钱，因为阮以前吼 Google 岛内是无发票的，啊，即马吼政府甲要求，咱数发部、咱 NCC 甲要求，啊，一步一步来，啊，伊即马吼伫台湾投资，啊，开始开发票，啊，开发票台湾就收到这个税金嘛，啊，就有钱啊，爱淡薄，这个一步一步来甲伊要求安尼啊。哦，这第一个科技的方式，柯教授你认为咧？这其实是真好耍的一个真趣味一个技巧啦吼。这就那用的中国咧对付外国共款啦。哦，中国咧对付外国的一寡，像无论是购物平台，无论是啥物社群的平台，其实拢是共款方式。拢用这招。就是我就是甲你动，吼，我互你袂当看，那无就是讲互你会卡，会卡你，所以你就用我的。用我的威胁，用我的啥物，用我的啥物，这当然是一招啦。但是这招若去用在可能嘛是有人去会破解，会去抗议啦。啊，我即摆是较想要讲哦，因为咱即摆看的是结果啦。我是要较想要讲迄个后壁迄个原因吼。哪知影迄个原因，才知影讲到底是安怎破？要治疗？要安怎破解？因为你若要破解，你上好是有一个更较好的物件。会当含伊比较，甲伊竞争，会当竞争的。啊，这有法度做出无？这你唔知，因为即摆咱时代咧改变吼，逐工咱摕到遐个一寡资讯吼，拢足紧足济啦，吼。啊，即摆的人吼嘛无煞想要思考，你互我看就好。所以你看咱的报纸吼，你写伤济嘛无想要看，吼，你可能300字足济人就看袂落去啊，吼。啊，搁像个一寡影片，你若搁伤长伊嘛无想要看。啊，但是这个 TikTok 就是安怎，就是趣味，
足侪，迄唔系敢若 TikTok， 足侪物件咱伫内底，也是讲咱伫咧面前观顶，拢会当看到 TikTok 的物件，迄其实是 TikTok 的。伊搬过来，但是搬过来，迄拢短短啊，足好耍。你即马就是真正无聊，无想要向的，是无想要思考的时阵，迄真正是足好耍。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大家就感觉第一好耍。你真正看到会袂记呢？我家己嘛会当拍片啊，吼，所以我家己嘛赚钱，会当做主角，嘿，所以因为即种方式吼，即种娱乐的方式咧改变，吼，以前是我看人做主角，我即摆当家己做主角，吼，即个物件咧改变，即个物件咧改变，个囡仔即摆是足够生即个数位，因拢是数位原住民啦，所以因足够生这个啦。吼，因做个算这，但是做个算这，变做讲，即个物件出来 ，TikTok 即个物件出来，全世界有共款的，类似即种物件，短影片，即种物件会当去含伊拼无？若无，坦白讲，伊嘛是共款伫世界通管啊，对，拢是伊咧领先啦。吼，咱要甲管，咱要管，当然有几来的原因嘛。吼，第一是因为伊是中国的，所以有。的治安的问题，吼，因为伊当偷你的物件。他都要江老师讲。对啊，伊当偷你的物件，而且毋是敢若偷你家己，你伫内底注册物件。我即摆我要甲 install 的时阵，我爱同意做侪物件，所以伊当时咧偷听我的物件，我毋知啊。我可能我含咱讲电话是安怎，迄物件伊拢会知啊。伊就顺我后面，我所有的手机内面拢甲一对啊，拢你你毋知啊。第二个物件就是当然是内容。内容就是讲，伊要互你啥物，吼，你比如讲像诶普马吼，陈柏阳伊有研究，就是伊即马就是讲选举期间，伊互你偌济歹物啊，就是咧攻击，比如讲攻击中国无介意政党诶，吼，迄拢是无好诶。但是伊就是讲诶，比如讲某民党较好，所以你伫内底看到歹诶拢是啥物人，好诶拢是啥物人，这是伫政治决定诶影响力啦。吼，所以咱其实咧讲 TikTok 的影响的物件就是2点啦，第一治安，吼，第二是啥物内容，内容就是政治的内容，伊的 propaganda。你嘛知影讲中国上厉害，吼，毋是用武器，毋是用飞弹，伊是甲你洗脑。所以为虾米因中国足重视，所以因的中宣部。就是我要控制全部的娱乐中宣部啊，佮网信部咧吼，拢共款，所以这是对外国来讲，这嘛是一个足大的问题。郭教授，我请问一下，这个事务的管理吼，应该是 NCC 还是数发部？哦，这我咧看，伊这迄卡老师咧偷笑，骹球会当踢的啦。骹球踢咧足久的啦，骹球踢咧足久的，对啊，踢来踢去啦。哦，咱即摆开始来踢骹球吼，这换江老师，你骹球要踢去倒位？其实这件代志就是咱讲，这所谓世界这法律哦，足侪机关、足侪单位拢是有关系啦哦。譬如讲数发部，譬如讲 NCC，譬如讲有时阵电子商务嘛，甲经济部嘛是有一点关系。所以刚刚想讲，你找不到一个单一的一个机关去负起这个责任啦。但是我感觉讲，这件代志是对台湾最重要的。咱嘛拢同意讲，这是对台湾的国家的安全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嘛。无就国安会。国安会也是讲行政伊应该讲指派一个单位，就来负责这件代志。咱头仔新闻大楼看到讲，所谓研究中心啦。我听起来是伫行政院下，敢若迄个过去咧做迄个绿电吼风能的即种，但这毋是，这是临时的组织嘛。但是我头拄仔看到迄认知战研究的中心，伊可能是较针对这内容啦。内容。咱头拄仔嘛是柯教授嘛有讲，咱其实 TikTok 管定有2个问题，一个是内容，一个是治安。所以这2件代志吼，拢爱合起来。所以若是讲行政伊会使指派一个单位专门来管这国外的这所谓的平台。无，那老师，那今仔日有通互你发号施令，你认为应该倒一个部门来负责较好？真困难的问题，但是我感觉讲，以下言论不关我咱节目哦。
我是感觉讲一个部分可能较适合吧。哦，比如讲系部会，比如讲数位部，因为伊后壁的人较济嘛，哦，有人力、有人力、有资源，会使去管嘛，会使去研究嘛。啊，这个问题其实本来就是咱即马生活内底使用这 APP 愈来愈济，啊，这真正是爱需要讲法律来管理啦。哦，袂使讲咱一讲讲，咱的资料一直互国外的人一直提起啊，咱拢无咧管啊，这种咱的财产呢。是啊，就位你认为这骹球踢起你了？我认为吼，两个啦，一个内容方面，内容方面是数位发展部，啊，这个治安方面吼，可能是交通部，可能是 NCC 来管，就分两个方面。这个内容，我们说数位发展部要发展这些内容，啊，有些内容，比如说是诈骗的讯息。咱即马 FB 哦 Line 就得诈骗讯息，甲数位发展部合作哦，那是比如讲主持人，你的这个公告哦，去互盗用啊，去互 FB 盗用，啊有人摕你的相片去公告，说来投资这个物件，都是数位发展部甲 FB 有合作，第一时间会甲你这个公告下架。啊，内容方面我是讲数位发展部来管，啊第二个是治安方面，治安方面可能是 NCC 不的交通部，因为你是关于到这个国防。方面认知作战的，认知作战这较比较广，嘿啊！你啥物讲做认知作战？你讲这个抖音吼影响，这个球要踢去倒位？系啊，影响到咱台湾的选民。啊，毋过你看柯文哲选第3名，你讲有影响，我看影响嘛无足大的。只是讲吼上面的内容吼较侪跨文的内容较侪。大卫，你家己踮咧 TikTok 敢有考做？我有考做，我无得用啊。我是讲去顶面看卖。啊，毋过足侪短影音的内容，你看 YT 嘛有短影音，IG 嘛有短影音，Facebook 嘛有短影音。我看这个，逐工都看这个有够，我去看 TikTok 开伤侪时间。无，你可能较有年岁啊，是你甲柯老师拢 PTT 的年代啦。无啦，即摆少年拢看，其实拢看。但恁查某囝敢会看？阮查某囝看 YT 看 IG 较侪。TikTok 你是甲禁止还是自然歹好看？无，伊家己无想要看，伊讲迄顶管但是你的立场会爱伊讲，伊若一天突然间伊去学校了，看大家拢看 TikTok，伊来咧开始咧卖 TikTok。TikTok 有2个问题，一个是上面的口音哦，较侪中国人，因较无介意迄个口音，这个简字听没关系，听没关系。个简体字伊嘛看无，伊国小而已嘛。他国字都学不会，还去看简体字，他就看不懂。所以第一个，这个内容方面他没办法接受那么多。但是 YT 跟 IG 他比较喜欢，伊较介意，即嘛是安尼啊。但是咱比如讲恁查某囝若甲国中咧，还是甲高中开始嘛是 TikTok 卖，你的态度咧？我即马我的观察啦，即马国中生吼较爱 IG 甲 YT，TikTok 较少。TikTok 踮台湾吼，咱讲实在，我的同温层，我的这个亲朋好友哦，看 TikTok 真正是较少。安尼看问题，这个物件到底安怎来？看问题就这趣味啊，看问题 TikTok 有200万，但是伊的 YT 只有100万，所以讲伊的 TikTok 足侪海外的，可能是海外中国人，可能是欧洲，可能是美国的中国人，对看文字这个人足好奇的，所以伊伫海外，因为抖音加 TikTok 是两个产品嘛。伫中国叫抖音，伫这个海外叫做 TikTok， 所以伊的观众朋友是全球的，所以伊的订阅200万人足侪，但是伊的 YT 你看拢是台湾人100万人尔，你看差足侪。但是我看一个数字，去年2023年 APP 下载率第一名是 TikTok。对啊，因为 TikTok 即马是仅次于 FB， 系啊，当前伊11个。考者这我就好奇啊！你讲你的同温层内面真罕的，大家咧用 TikTok， 我知影讲，大家也知影讲，你也曾经代表着这个民众党去参选嘛。应该你平常时边仔的这个亲朋好友，多多少少拢会去 TikTok， 你会感觉是拢无？其实若是有调查吼，应该会看到台湾人用的物件，用的 Facebook 加 YT 加 IG 吼，比 TikTok 较侪。这是有调查的 ，TikTok 是有影响，无毋对，伊的演算法做厉害的，但是台湾少年人用的。好，上尾一个问题，我再问伊吼，你认为这摆选战 TikTok 的这力量有帮助刮问题无？我感觉拢无啦，无那伊的第3名。
伊个，但是伊的票开了袂歹呢。我感觉就歹，就歹，因为伊的这个主战场哦，伫 YT 较济 ，TikTok 遐拢无投票的，拢无投票权，拢无投票权。但毋过 YT 较有投票权，因为 YT 的演算法，但是吼，这我讲两位听啦吼，三位听，但有的民进党的委员落选的委员拢认为，因的选情是受到这个抖音的影响。因为真济总统票投郭文哲的人，结果委员区议委员去投区议的哪些的这个候选人。嘿，我尊重伊的看法啦。毋过吼，就我的观察，就阮的观察，数据上来说吼 ，TikTok 有人在用，但是它没有超越 YT， 也没有超越 IG。以现阶段台湾的状况下呢，我分析者，你讲 YT 跟 FB。是较侪人是无毋对啦，吼！但是讲台湾 TikTok 的用户嘛500-600万，这拢是少年囡仔较侪啦，这是事实啦，吼！有影响无影响？我头仔讲，就讲 TikTok 的物件吼，其实会出来到 YT， 会出来到 Line， 会出来到 FB， 所以咧攻击民进党的物件嘛是会选出来到 Line， 选出来到 Line 的时阵，就是当然是要骂执政党的物件，吼。所以来讲，为什么就讲你咧去看 TikTok 内底诶一寡甲政治有关系，拢是咧批判民进党诶，吼。所以为啥讲执政党会去讲 TikTok 是有影响？吼当然就是讲到位讲有影响选举无？吼，这个物件我是是较持平的看法啦，吼，因为基本上郭文哲本来按民调来看是无可能有遐侪票的啦，这是事实啦，吼。但是伊伫最后差不多2礼拜时阵，开始冲起来啦，吼。冲起来这其实拢是少年囡仔，吼。你也知影讲这少年囡仔吼，为什么有这种遮强的动力啦，吼？就是讲少年囡仔本来就是较反对维权，吼，这是事实。建制，嘿，就是这，所以讨厌国民党、讨厌民进党，这是合理的，吼。倒一搭有一个出口，迄个出口就是郭文哲，因为郭文哲伊认为虽然做个台北市市长，但是问题伊无认为伊是一不执政的人，毋是反国家的人，所以会感觉讲郭文哲咧骂的，吼，合我的口味。我想的，吼，所以你看，我伫咧向个，我伫大学咧教册吼，我教一门课叫做网络政治学，我故意分，我向个就是。问卷不记名的落去啦，吼！我哋讲7-5郭文哲，7-5郭文哲，好差不多1成。老师，你有问讲这7-5郭文哲的人有定定咧上抖音无？大部分呢有抖音的账号，有口罩有，但是我袂问伤济，因为我咧教册我爱独立。所以我会去解说原因，讲为什么因为咧即个讲为什么民进党较少，还是讲无，我会去解说迄种一寡原因。所以你即个物件是讲为什么民进党的立委会去即个，因为足侪物件是按 TikTok 申请出来，才搬过来，因为伊当选出来。所以讲为什么我进前伫即个节目嘛有讲过，讲你禁止 TikTok 吼嘛无啥物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海按中国，还是讲海外生出来 TikTok 的资料，海影片嘛是会走去Line，嘛是会走去 YT， 嘛是会走去面册，因为最主要还是内容的问题，内容一定会走出来，这才是较大的问题。这我来请教老师啊，江老师，那既然讲咱禁止伊意义不大，功效也不行，那么咱的法律优先在诸年吧，所谓中介法，还未生出来的夭折。但即马咱若搁要杀，咱应该要注重什么方面，互大家一个概念。那到时阵要立法的时阵，大家会当来关心，有一个基础，然后关心。
其实就是咱头拄仔咧讨论的这内容哦，伊会走伫哦，即个无共款的平台拢走来走去嘛。我嘛是伫 LINE 还是其他的平台看到讲即个头拄仔柯教授讲的即种影片啦哦。但是我感觉 TikTok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头拄仔一直咧强调的，就是讲有即个资料。啊，即马人咧讲，伊 TikTok 管定用即个趣味的影片嘛好，无厘头的影片嘛好。或者少年也调伫咧平台管顶，啊，伊若所有的资讯拢伫即个平台管顶得到，伊无去别所在去看别项资讯，伊就无办法讲找到无共款多元的资讯去做伊的判断，这是咱惊的。所以我感觉讲，即马第一优先爱处理的是讲，是毋是伫管顶跩少年人伊会调的？这是即马网络成瘾，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是资料，哦，伊即个公司伊摕足侪只考察内底使用者的资料，再爱符合咱台湾的法律，哦，资料管理的法律。啊，安尼可能比你去管跩内容，可能比较有效率啦。嘿，因为你管内容，第一个你有言论自由的问题，啊，第二个，其实这内容伊会使塞去无共款的平台管顶啊，所以你咧管伊就甲野草哦，就是马上又会就是生出来啦。野草沾不尽啊，春风吹又生啊。是。但是吼，咱来看吼，其实世界各国拢有即个青少年吼。真袂甲调到甚至死亡案件啦。譬如讲意大利，即个婚媒条件，即个趣味的，讲吼，结果一个查某囡仔，细汉囡仔，过身去，结果意大利开始封锁13岁以下的用户。是，所以即马大家咧讨论所这个问题。以法令会当来处理这条嘛？这真重要啊！即马大家烦恼的是讲，你即个平台管定的内容拢无管理，这内容对在少年人、儿童会产生很多有害的影响嘛。亲像头拄仔主持人讲的这婚媒调整，这少年人伊可能无想讲大人安尼有完全的判断能力嘛。伊看迄种这合算啊，这影片。杀出来有足侪人去甲伊按赞，摕到足侪关注，伊就想要去学。即摆无人甲伊讲，遮有危险，这内容爱管理，即点是 TikTok 管定吼，另外一个就是互大家感觉讲足恐怖的所在。咱来看这吼，英国，伊讲对着即个违法吼，对数百万的欧洲的儿童来收集温书数据啊，去用判差不多数十亿的英镑吼，要来赔偿。但是 TikTok 讲你证据不足，我要来上诉，我要上诉。但是这个问题就来啊，咱国无法度互伊来，毋是咱国无法度互伊来做公司啦，伊也可能也无爱来做公司，还是讲无符合咱的法令啦。所以这条应该无可能在咱遮发生。头拄仔达伟也讲，无咱就用讲，无像头拄仔江老师讲，无你就爱一半爱互咱家己的人，咱就台湾人来做股东，安怎？伊敢有可能安尼？其实我感觉少年人伊安怎去使用网络管定的 APP 咧，真正咱爱用特别的保护啦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讲这 TikTok 伊的 CEO 周受资伫美国伊咧参加听证会的时阵，伊嘛有想讲啊，伊的囡仔是无互伊的囡仔去上 TikTok， 因为伫新加坡因13岁以下的囡仔是袂使用 TikTok， 那所以，咱其实是 TikTok 对于在少年人还有这囡仔的这影响，其实是本来法律对这少年人囡仔伊伫网络管定的安全，拢嘛有法律去保护因啊。有一寡内容你爱管理，所以咱会使为这个方向，为这个方面去想讲法律会使做虾米代志。所以这立法当中，咱要来特别注意儿少啦儿童甲少年人。那位，你嘛囡仔差不多10岁你会感觉讲，伊咧看即个网络顶头的时阵，其实
就算讲伊无看 TikTok， 伊嘛看到袂。你敢有限制伊时间，还是啥物地点，还是安怎才有啥物条件才有通啊看？定定是伫厝内，我含伊做伙看，困静静哦。伊咧看啥物，因为伊有账号嘛，啊，我会看伊看过啥物物件，我会甲伊检查，偷偷的检查啦，毋是在他面前检查，但是还是会看他说，伊是要看啥物物件。啊，毋过我发现哦，即马演算法，你若是即个口罩是囡仔吼，是注册的囡仔吼，伊袂使互你伤侪袂使看的物件。差不多都会给你推看，比如说这个小宠物啊，真正是小宠物啊，插彩的物件啊，这上面整个美劳啊，几寡科学的物件，都会推给你这些东西。其实今嘛演算法就巧诶，你若是注册账号是13岁以下，伊嘛会足惊，美国甲你发啦。所以伊这方面伊嘛是足小心的，包括 YT， 包括 IG， 包括咱的脸书哦，伊嘛足小心的，卖处罚。你看欧北罚，你看英国甲伊罚10亿英镑。这对他的商誉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而且，外国人吼，佮比阮佮较在意囡仔的观念，嘿，所以讲你即嘛这些社群网站，你若是违反到这个囡仔的权利，你是会被罚很重，所以他们都很在意。所以我发现，只是这个考者若是13岁以下，伊家己会限制伊家己，卖互囡仔看到无应该看的物件。但毋过 TikTok。但讲实在，伊还是要落地。你看意大利的改限制，13岁以上以下不可以使用嘛。所以意大利也不算是一个大的国家，但是它就有这样子的权利，会当限制咱的公民你 TikTok 嘛，若是无遵守阮的规定阮就甲你限制。我听这个剧本就爱亲像逐位你头讲，第一，咱就爱甲讲我互你落地。我欢迎你来。但是你爱付啊，我两眼你的权利义务嘛，系啊，你的权利义务要付出相对应的权利。若无只在期限进程，那你若无达成，我要甲你降你的网速。互你无就袂得看。恁遮观众你就唔通怪我，是因。系啊，因违法啦。系啊，因是安怎伊袂当落地？Google、YT 拢会当落地 ，Line 嘛落地啊。Facebook 嘛，伫台湾有办公室啊，咱小英总统咱应该比讲有中国色彩的 APP 啦。其实真侪游戏的这个 APP 也好，也是甚至迄个这个买物件这个电商平台吼，一个什么鞋啊什么有诶无？迄嘛是中国来的啊。但是伊是对设计到新加坡来的。虾皮伊伫台湾有公司啊，我会当甲伊管啊。是安怎你 TikTok 袂使？你 TikTok 比人更较大呢。你是安怎袂使伫台湾有公司？人虾皮拢会当想讲，伊用新加坡的这个名义上市公司的名义来台湾设地。就你的理解你认为郭文哲主席还是讲整个民众党的看法有甲你同款无？因对科技较无熟因讲伊是较。对这个国外的企业，他一视同仁，说，那这是内容的问题，不能因为他是中国就给他特别的对待。但我就说，没错啊，那这个 FB 它也是国外的公司啊，那他都可以，Uber 嘛是伫台湾嘛是有落地啊，那是安怎这个国际这样人使用的公司是安怎袂当伫台湾落地？这可能有小可无同款柯教授，你来认为讲，在立法的精神当中，除了江老师特别讲到13岁以下的，那么针对着这个国防安全是认知作战这个部门，这到底应该这个骹球我搁踢落你啊？我是认为真正是无好处理啦，除非讲伊向个落地伫遮公司搁有一寡比如讲 server 拢伫遮咱咪当去了解伊安怎去处理这代志我是认为讲你若讲要用外国做范本要转来其实嘛无好处理。上好是讲西方国家有一个处理方式尤其是内容的问题做者比如讲做者假消息的有诶无诶。但是我是认为讲最难是安怎呢？比如讲我去年11月我伫澳洲有一个演讲咧讲即个问题啦。迄搭学者是讲伊感觉因的向个政府并无关心即种影响力啦。
我是有甲跩学者解说啦，就是讲基本上吼。以澳洲来讲啦，吼，澳洲比如讲澳洲有两大阵营啦，一个阵营是保守阵营啦，吼，甲美国行较晏啦，啊一个阵营吼就是讲较希望家己的路，吼，迄是共党，但是问题是讲，白白拢是和美国做伙，吼，这两党一定和美国做伙，迄是因为伊是同盟，但是对中国来讲，因这两党我一定有较介意。哎，对，我就当甲你分化。对，所以吼，比如讲，我著故意讲啊较暧昧吼，我也讲即摆是共党啦，啊共党你认为中国是较介意共党，还是较介意 coalition？ 啊，当然在场的学者是认为就是共党，所以今仔日吼，伊打咧选举的时阵吼 ，TikTok 要影响华人的选票，社群选票哦。啊，伊会影响伊会攻击啥物人？伊一定攻击保守的 coalition， 吼，所以伊会偷偷支持共党，所以即种物件对共党来讲是对我一定有利的哦。所以讲为虾米伫迄2当前吼，澳洲的联邦大选吼，迄 coalition 就是自由党跟国家党，因有一台历史检测出来啦，伊就写啥物呢？写投互共党。就是投互中国共产党，好啊，但是因为伊即种，但是大部分的人讲有即种认知，无即种认知，系啊，无即种认知，所以伊即只政策出来都是去用车干辣椒啊，啊，但是实际上你若徛伫国安来讲，迄真正是即种情形无毋对，所以当即个，柯教授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咱即摆一直口口来讲，哦，这个后面就是中国，但真侪人就无讲，这哪是中国？啊，这明明就是踮咧跳舞安尼啊！但有啥物中国？恁哦，这民进党就违反着这个言论自由啦。你啊，伫遐伫中国，你要做生意一个大公司后壁，伊内底一定有共产党诶。你甲我讲诶无效，我逐工就看你15秒，我看我足袂。对，所以这都是一个足大诶问题，是讲一般诶人并无了解即种代志，所以你去甲台湾百姓讲，还是讲甲少年囡仔讲，少年囡仔讲你是咧贴标签，这是事实，哈，这是事实。所以我逐件若我希望讲我学生莫用 TikTok， 我是用啥物理由？哈，我是用 cyber security 治安。哦，讲你的物件叫偷偷。你的物件，比如讲我逐件，若咧上课时阵，我第一节课、第二节课一定讲治安。所以你看我逐件拢有学生仔看吼，比如讲遮，我即搭吼，这是我的电脑啦，我即搭是卡梅拉啦，我拢打掉啦。伊啥物时阵启动咧录影吼，我毋知。哦。所以我拢打起来，除非讲我要和人视讯开会，我才离开。对。哦，就是这个，这是最大的问题啊！啊，我为呾我上课，我第一节一定互囡仔看啥物呢？看一个网站吼，迄其实拢是向黑客入去啊。会当看到台湾吼，只要有用中国的迄个海康威视的迄个伊的监视器的，啊，你是用 IP camera 的，你都有通看到。我比如讲，我逐个若开一个讲，各位同学看一下，现在你们的手机手表几点几分？啊，讲就看我。啊，你讲你们看一下，老师这个画面上。我这人耳康去甲我讲，以早台北市政府就是买海康监视器呢。啊，所以这赶紧甲这蒋万安讲呢。啊，囡仔吼，我在学生囡仔看到我投影去的观点的，就是真正是这个时间啊。哎呦，夭寿哦！啊，你要看啥物拢有啊？因为我会当互你看过来百台。我就是用这个去说服，吼囡仔，吼或学生讲，你要吼下载一个软体的时阵吼，先知影讲伊的背景是啥物，伊要爱你啥物款的向的权利 ，access 的权利。比如讲，你这个物件你个吼，我都无需要用到录音啊，无需要用到啥物视讯，为什么你要求我这些权限？迄就是有问题啊嘛。哦，系啊，所以你一旦下载了啊，你同意，伊就会当读你内底的物件。我是拢是用向的 cyber security 用这种方法你甲讲，去甲讲你家己爱考虑清楚。哦，所以但是我也是感觉讲吼，道德劝说啦，还是理论啊说服啦，还是甚至柯老师吼，
这个算做用科技的方式，实际的案例来甲这个使用者来讲吼。那么，这个效果讲媒体识读啊，吼，媒体识读真重要，但是到底是应该是变做教育的一部分，公民教育一部分，敢会去甲这个宪法的言论自由有这个相违背？老师徛在这个科技法律的这个立场，你安怎看？所以我一直想讲，这咱若要管理，可能重点会使先为资料，啊，搁来是在少年人的保护，哦，在囡仔的保护来开始，哦，避免讲咱去直接针对在内容。一方面是你可能这法律无啥物效果，因为伊会使走去别个平台嘛。啊，另外一方面，你可能去引起讲大家想讲，这可能伤害言论自由嘛。啊，咱即马嘛看着讲 TikTok 伊都毋止这内容的问题啊，头拄仔去伫国外去互发案例，足侪嘛是文书嘛、资料的问题嘛，啊个一寡伤害囡仔的问题嘛。啊，所以伊本来就是为了伊的市场，伊定定去违反这国家的法律嘛。啊，伊是安怎即马有改？头拄仔你就讲伊即马有改，但是伊有改，就是因为有法律底下要求啊。有甲伊罚款啊！你若即马拢无去甲伊要求，拢无去甲伊罚款，伊就袂改啊，伊就袂惊啊。哦，所以第一点我是感觉讲，咱会使先为遮法律会使开始的方向去开始，毋免讲一开始就为讲上困难的内容的管理去开始。因为咱一开始大家就开始吵，还反弹去啊！系啊，就开始吵安尼。你头一步都行袂开甲。嘿，我也是感觉讲，咱会使先为会使行迄步，先开始行。咱希望这个会期会当出现啦，但是特别我甲你请教吼，他拄仔柯老师也讲啊，讲 TikTok 遮厉害，难道袂去出现过一山高一山高？啊，敢有可能？就你安尼长久以来伫 PTT 一路一来看，PTT 转成上清，后来出现 Blur，Blur 也一时也掉落去，啊，即摆佫出现。后来个 D 卡即摆嘛差不多，啊，佫出现出，你感觉台湾感觉有可能本土出现种物件，还是讲无喏？种物件就是爱正人用、正人创，叫做正人数据，才有通好做。啊，即咱就无法度，咱望美国甲澳洲咯。台湾爱出一个甲 TikTok 会当拼的物件吼，可能较无可能啦。啊，毋过吼，美国有在头学这个 TikTok， 因为 TikTok 咱知是短影音。啊，美国 FB 加 YT 伊嘛推出短影音的产品，你看 FB 哦，这个IG 有 Reels， 啊，咱这个 YT 嘛有 Shorts， 这拢是因的短影音，伊嘛是推出因的产品要加 TikTok 来请拼。恁讲这观众吼爱看这个15秒的物件、30秒的物件，我遮嘛有啊，我 FB 嘛有啊，我 YT 嘛有啊，啊我甲你 TikTok 来变演算法嘛。啊，是看观众是看较爱我在 YT 的物件，还是较爱你 FB 的物件，还是较爱你 TikTok 的物件？是说是安尼啊，而是因为吼 TikTok 对全世界的这个社群软体影响伤大，大家拢会惊，所以讲吼，咱 FB、YT、咱 Google 拢有看到这个趋势，因为移动吼往这个短影音的方向去前进，所以这个内容你说TikTok 的内容可能比较较中国物件较侪。哦，因为伊会从抖音会搬过来，啊，不过 YT 啊加 Reels， 国外自创的人就很多啦，你就可以去，就是百分比的问题，说有这么多自由国家产出的内容，跟你抖音跟你 TikTok 在中国产出的内容，就是看内容，这些世界的这个观众较爱啥物物件，伊较爱看啥，咱来请拼。这上尾我一个问题，像剩2分钟，我请教着柯教授，也许。特别也当回答吼。其实这 TikTok 即摆，我感觉这个本质吼，是因为伊使用汉文讲中文，吼。如果若是国外影片的创作者，若是在迄个平台顶上，会当有主动来做通译、主动来翻译，做中文、做汉文，可能透过这个网页。有诶是网页无共款，如果这个网页会当穿越吼来到台湾这个网页，也许全球会当来甲，若比人头，我比你14个人较济啊，敢有这种可能？我是认为这是较无可能啦，因为
本来咱伫用 YT 还是用 Line 还是讲用 FB， 本来就当用汉文用中文啊，这本来就当安尼啊吼。我是感觉讲较大的问题是在于讲吼用的起点也无共啦，吼，迄个标准无共啦。因为咱是自由的世界、自由的国家，咱做侪物件咱袂当用政府要安怎就安怎，但是中国毋是啊。中国伊咧处理代志是无公平的啊，吼，比如讲伊会封外国的 YT、封 FB， 吼，因袂当用，中国袂当用，但是咱会当用因的物件，吼，这是较无共款的所在啊。咱要处理代志，敢若讲伫个言论自由，吼，个出版自由，吼，个民主。吼，其实这点内底要处理在社群的问题，处理就袂完。迄个花袂煞啦。但是中国毋是啊，就直接一个喙尾来伸落去啊，就是安尼。咱就希望这个会期会当真正开始开脚行，所谓中介法，上无会当开始立法啦吼。好，感谢三位。